好来，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过无偌久会到美国来访问。啊，真拄好，川普的生日是6月14，习近平的生日是6月15，所以美国甲中国有咧考虑，要伫咧14、15这2天安排2个人会面，来一场生日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前往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开会，内底路口行出来，讲到位需要去修建。川普接受媒体提问时，直接甲记者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来美国咯。We had the head of China coming in, the top people right underneath President Xi, and he'll be com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美当时间18号，川普佮要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直接通会。华人街日报分析，美国俄罗斯元首直接对谈，安尼普京会更加知影川普伫咧想啥，所以北京嘛急要举办领袖面会。听之前人士讲到，美中双方讨论要伫咧川普和习近平生日，也就是6月14、15这2天举办生日峰会。这是迄天可能讲到议题，气氛应该硬变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消费者信心和预期偏弱，部分消费需求未充分满足，消费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仍客观存在。报销这个议题不只重要，3月初川普对中国关税加扣关到20%，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平均关税税率恐惊提升到33%。即摆佫传出川普政府的海事官员提议要向停靠伫咧美国的中国专家收费，来补贴美国做专业。用扣关税来报复全球上大的小卖商沃尔玛，将做新的受害者。Walmart is the latest casualty in this U.S.-China trade war. Chinese officials summoned Walmart executives on Tuesday,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retail giant pressured Chinese suppliers for discounts to offset rising U.S. tariffs. 婆婆看到沃尔玛嘛是真需要中国消费者，要如何互关税战，互美中企业卖落水平平甜，全无当头轻，就看川普和习近平如何敲胜利。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